很难解释。所以我問佢嘛，我話會唔會濕腳啊？40分鐘，而家幾點？8分鐘。應該擺喺出面。那个就是要扣好了啊，就是扣好了。好的。不要打个扣啊。哎，好的。我可以看见那个20元的那个。20块钱那个没有太贵吧？在30年到应该你。呢度最呢邊最靚啊！係應該唔係。不過你頭先唔睇唔睇？你在看。